我们呢就回到就是第63页的最后一行，最后一大段。那我们之前已经讲到颠倒之，说对于自知趋路径呢产生错乱的了知呢，是颠倒之的性象。那分为就是分别之的颠倒之和无分别之的颠倒之。那这些呢都是课文里面所讲的。那除了课文里面所讲的之外呢，那我们平常的时候呢也要去思维。就像我们之前呢在讲到说，我们能够生起了知或是正德的时候呢，一种是像现前领纳的正德方式，以及掺杂异共相的正德方式。就是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正德外境的时候呢，有分为这两种。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显现境的时候呢也一样，一种呢就是属于现前领纳的这种显现。那另外一种呢，它同样也是掺杂着异共相的这种显现的方式。那对于说我们显现呢，就是我们讲到说现前领纳的这种显现方式呢，那现前领纳的这种显现方式，就比如说眼睛看到瓶子呢，那眼睛看到瓶子呢，除了现前领纳能够正德的之外呢，那也有可能它会产生错乱的这种显现的方式也有。所以呢，我们在讲说现前呢，它能够见到的时候呢，又分为说错乱和非错乱的。那同样的呢，透由分别之呢，它在显现的时候呢，也会分为错乱和不错乱的这一种。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掺杂异共相的显现呢，为什么也有分为错乱和不错乱的呢？那我们就以小朋友来说呢，就是小朋友呢，他想要就是我们给他玩具车的时候呢，那小朋友呢，他会觉得说这个玩具车呢是真正的车子，而且他觉得说这个车子呢，它是可以上天入地的。它除了在地上跑之外呢，它是可以飞上天，也可以钻到地底下去。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就像我们在问小朋友说，你想要什么玩具的时候呢，那他会跟你说我想要车子，或是我想要飞机。那当然他这么讲的时候呢，那我们送他礼物的时候呢，我们送的并不是真正的飞机，就是这种玩具的飞机。但是小朋友他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他要的飞机，而且他会觉得说呢，他这个飞机呢是可以飞到天上去的，他就是这样子的认为。而且你送他车子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玩具车呢是可以载着他的全家呢，然后到各地呢去旅游出去玩。那这种呢就是小朋友他分别心的显现，这种显现呢是错乱的。为什么是错乱的？因为它是不符合事实现况的。因为他的车子，这个玩具车不可能把他全家人都装进去出去玩，他的玩具飞机也不可能飞到天上。但是小朋友他会觉得说，他的异共相显现就是说，这台车呢是可以让他带着全家出去玩，或这个飞机呢是可以飞到天上去的。所以这种呢就是分别心呢，它对于自知趋路径呢产生错乱的这种了知。所以我们就说分别心呢，同样呢在掺杂异共相的显现的时候呢，也分为错乱和不错乱这两种。以上呢是讲述说小朋友产生的这一种就是分别之呢错乱的这种显现。那以我们大人来说呢，分别之这种错乱的显现是怎样呢？就比如说我们会想一些你得不到但是你很想要的东西，而且你会想说我拿到这个东西，或是我得到这个东西之后呢，我要怎么样使用它，然后我有这个东西之后我要怎么样怎样怎样。虽然说你没有得到，但是你的分别心呢掺杂异共相这种显现呢，已经开始显现各式各样的。那这一种呢也是同样是属于错乱的分别之的显现。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呢，这些呢我们得不到的东西，然后自己去想说我已经得到，或是你很想要得到，觉得说我有这个东西我要干嘛干嘛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要很清楚说，这种分别之呢，就是这种颠倒的这种了知，它就是对于自己的趋路径呢产生错乱的这种了知，这是我们要很清楚的。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呢，就是分别之它有分为对于说自知趋路径的错乱的了知，还有呢不错乱的了知。那我们现在讲述什么是不错乱的了知呢？那我举个例子来讲说，什么叫做呢？就是颠倒的分别之。就比如说呢，以我个人来说呢，我个子是比较矮一点，所以呢，我就会想说啊，我要是现在我的身高呢有个175或是180的话，那该有多好。但是这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嘛。但是我们会去这样子想，这种呢就是属于颠倒的分别了知。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平常呢，可不可以去做这一种就是想象？就是这种想象是可以的，但是那一种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我想我身高我有180或是190这种呢，就是
现在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这种呢，就是属于颠倒的分别支，就是你的异共项显现呢，掺杂异共项的显现呢是颠倒的这一种。那什么叫做不颠倒的呢？不颠倒的这种分别支是什么呢？掺杂异共项，然后不是颠倒的这种分别支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在家里面，各位可能现在在家里面，然后今天是礼拜天嘛，那你去想说，明天到公司去之后呢，我有什么样的工作要做？那这种呢，就是你明天是会到公司去，而且你也有可能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它是不顺于事实的，或者说呢，你会想说，我等下呢要出门去什么地方走一走，那这种呢是有可能会实现的，或者说我明天呢想要吃，或者说今天晚餐呢我想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你想的这些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一种呢，那这种呢，它也并不是像我们这种现前呢领纳或是眼睛直接见到的，它的显现呢也是透由掺杂异共项而显现的。但是这种呢，它是不顺于事实的，因为它是有可能会发生的缘故，所以这种呢，它就是不是属于错乱的这一种，不是属于错乱的这一种异共项的显现，所以这是有差别的。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看到说事项呢，就如同直兔角的分别，还有呢，补特伽罗我值是低。那这边讲到说直兔角的分别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用去管这个，因为在讲说直兔角的分别的时候呢，要先去成立说兔角它到底是成立还是不成立的。那现在有些人他就会拿照片来说，你看兔子角是成立的，因为你看照片上面这个兔子是长角的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这种来。那与其讲这种兔子角是否成立的时候，不如去寻找我们自己的内心，去寻找说我们自己的内心哪一些是属于分别支的，是属于分别的颠倒支，不是来得更好吗？这样我们更能够清楚说，当我升起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呢，这种念头呢，它就是属于分别支的颠倒支。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到事项呢，它是放直兔角的分别。那这边写直兔角的分别呢，并不是要我们去探讨说直兔角的分别呢，它是否是一种颠倒或是非颠倒的这个了知，并不是的。它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呢，你要知道说直兔角的分别呢是颠倒之一样，然后由此去观察我们心绪里面的分别支，哪一些是属于不服顺于事实的这种分别支呢？那它就是属于颠倒的分别支，这个才是我们所要了解的。比如说呢，我只能够活到50岁，但是呢，我去想说，我60岁之后呢，我要干嘛干嘛，我要做什么事情？那像这种不服顺于事实的这种分别呢，就是我们心绪里面不服顺于事实的这种分别呢，就是属于颠倒的分别支。这个呢，才是经典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内涵。所以这边呢，在讲述分别之颠倒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说，服顺于事实的这种分别之呢，它就不属于这种分别的颠倒之。那不服顺于事实的分别之呢，就是属于分别的颠倒之。所以这个呢，最主要是去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呢去讨论说某某的分别之呢，它是否呢是属于就是分别的颠倒之。那当然呢，我们讲到说服顺于事实的这种颠倒之，就像我一般所讲的，像是直平眼之，或是像是直柱子眼之，直平的分别之，直柱子的分别之，或是像直射的分别之，这些呢，它就是属于不顺事实的颠倒之。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无分别的颠倒之。那同样的呢，无分别的颠倒之也是一样的。我们讲到说无分别之呢，它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是现前的这种显现。那现前的显现里面呢，也有属于就是错乱和不错乱的这两种。那什么是错乱的呢？就比如说呢，我们远远的呢看到窗户的时候呢，那就是我有看到窗户，但是显现的这个窗户呢，它到底它的木材呢，就是窗户的这个边呢，它到底是木头呢，还是说它是铁做的呢？有时因为太远的关系，我们虽然看到窗户，但是我们可能会把它不是木头，然后指使为是木头，或者说呢，我们到森林里面去，然后看到很多树木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些树木的种类呢，好像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呢，这些是不同种类的树木。那这种呢，就是属于错乱的这种，错乱的无分别的了知。所以呢，在讲述无分别的颠倒之呢，它最主要呢，就是透由我们的现前呢，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是产生颠倒或是错乱的这种呢，就是属于无分别的颠倒之。那当然呢，我们所显现的，或是你所见到呢，是服顺于事实的这种呢，它就不会是所谓的颠倒之跟错乱之。
那另外一种呢，就比如说像是我们平常呢会看错东西，说比如像别人的笔呢跟你的笔长得很像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会拿错，或者说呢别人的包跟我的包呢颜色一样，然后形状也一样的时候呢，那我看到呢就自然觉得这个是我的就拿走，那这种呢也都是属于算是无分别的颠倒之。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讲到说，无分别之的颠倒之呢，跟分别之的颠倒之呢，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就是无分别的颠倒之呢，在显现的时候呢，就是它是直接显现出就是那个东西的样子，就是它的真实的这种相状。但是呢，分别之的颠倒之，它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是要透由一个，它要透由一个相，它要透过一个显象之后呢，你才能够去支持的这一种呢，是属于分别之的颠倒之。所以呢，这两者呢是不一样的。那以上呢就是分别的颠倒之和无分别颠倒之的差别。那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我们的心绪里面呢，是否具备分别的颠倒之和无分别的颠倒之这两种吗？或者说呢，大家觉得心绪里面呢是分别的颠倒之来的多呢，还是无分别的颠倒之比较多？人们就说没有错，应该是分别的颠倒之会比较多，因为我们都想很多，而且会想到很多就是自己没有的东西，然后想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因为想太多的缘故呢，所以应该是分别的颠倒之会比较多。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为什么分别的颠倒之会比较多？因为以我们的现钱来说呢，虽然是我们现钱呢，但是我们现钱呢，它很容易引申一个就是非理作意。那非理作意它一定是属于分别之嘛？那这种非理作意的分别之，它一定是属于颠倒之。那除了这种透由现钱所引申的非理作意之外，那还有平常我们不是透由现钱看到，而是脑筋里面想一堆有的没的这种分别的颠倒之。所以这两个加起来，我们分别颠倒之肯定是比无分别的颠倒之还要来得更多。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说呢，为什么要讲到说这种分别的颠倒之？因为呢，我们要自己认明自己心绪里面的分别的颠倒之是哪一些，那它所显现的境，或者说它所支持的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呢，你唯有了解到说呢，你的这些分别的颠倒之呢，它的去路径呢是这种错乱的时候呢，你才会慢慢的呢去净除它。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在中观的时候就有提到说，证明所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证得空性之前呢，你一定要先认明所破。因为你唯有了解了所破是什么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去遮止它。你唯有认知了说，我们平常呢所执持的这个呢是颠倒的，是错误的之后呢，那你才有办法去遮止掉这个东西。那把这个呢推回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思维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平常呢我们脑袋里面呢想一堆有的没的的，但实际上呢我们想的这些呢，它其实都是颠倒之，因为它是完全不会不顺，它是完全不服顺于事实。但是呢，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我们只会觉得说啊，我这样子想好像很不错。我们不仅仅不觉得它是错的，而且我们还觉得说，我这种想法好像很不错啊，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事后再去回想的时候，才会发现说，或是我们现在开始仔细观察自己内心的时候，才发现说，我想的这些呢，其实都是不可能成办的。它呢，完全呢都是属于非所知的，因为它完全不可能成办。所以这些呢，它实际上呢都是分别的颠倒之。当你能够认明这一点的时候呢，那你自然而然，你心绪里面呢，就慢慢的不会去想这些有的没有的。所以呢，这才讲到说，为什么要去了解分别的颠倒之？最主要的就是到中观的时候会讲到说，认明所破，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边就要了解到说，我们心呢在显现的时候呢，它到底是显现什么样的方式去显现？那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去思维，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非理作意。其实呢，透由非理作意呢，也能够产生安乐的。就比如说呢，现在呢有两个人呢，他们在聊天，那一个呢，他就甲呢就跟他的朋友说呢，啊，明天呢我们一起去什么地方啊，然后我们到那边呢多快乐啊，然后我们可以去玩什么滑翔翼啊，从这边飞到那边啊，然后从哪里到哪里，然后这种在天上飞的感觉有多好多好多好。当他这样子做描述的时候呢，那讲的人呢跟听的人呢都会想起这种画面，
然后呢会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去，就会觉得说啊，好像真的是很快乐这种感受，它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所以呢，我们透由非理作意呢是可以产生安乐的。同样的呢，用这个理路呢，也可以知道说，非理作意呢，它也能够产生痛苦。有一些事情呢，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只是小事情一件。但是透由非理作意的这种争议之后呢，一件很小的事情呢，它只有小小的痛苦，但是我们就把它争议的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让自己感觉非常的痛苦。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呢，痛苦也是由非理作意所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我们所不能够安忍的这些痛苦，因为所有的痛苦呢，都是由我们非理作意所产生的。有一些人呢，他会透由就是像是他觉得很痛苦，所以他会去喝酒，他会觉得说这种苦呢是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他想借酒浇愁，或者说呢，他透由伤害自己呢来减轻这些痛苦。就是因为他没有理解到说呢，就是这些痛苦呢，都是我们的非理作意呢去争议的。因为就像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透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所感觉的乐受，它也不一定是真正的乐受啊。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在非理作意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哦，在天上飞啊，做滑翔翼，什么降落伞，好像很开心的样子。但这些其实我并没有做，我只是在这边想，我就觉得很快乐了。所以你的快乐呢，是可以透过你的非理作意想象出来的话，同样的，我们的痛苦呢，也是由非理作意去争议的。那再举一个比较好理解的例子，就是说这些快乐呢，其实都是我们透由非理作意想象出来的。比如说你很希求要某个东西，然后呢，就有人跟你说呢，明天呢，我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啊，虽然说你手上还没有拿到这个东西，但是你想到明天他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就已经很高兴，觉得好像你已经获得的这个东西一样。但是你手上拿到这个东西了吗？没有，但是你的内心呢，还是非常的开心。这个呢，就是非理作意的一种作用。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颠倒诗的最后一段呢，那事项呢就如同直兔角的分别。那直兔角的分别呢，就讲到说，就是不服顺于事实的这种分别之呢，然后以直兔角的分别之呢来表示。那另外一个呢，就提到说呢，补特伽罗的我执。那这两者呢，直兔角的分别还有补特伽罗的我执呢，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分别的颠倒之。那补特伽罗的我执呢，讲的好像很困难，那实际上呢，就是提到说，不依靠五蕴呢而成立的这个我呢，其实是不成立的。但是我们会把这种不依靠着五蕴而成立的我呢，我们会把它执实是存在的。那所谓的这种颠倒的执着呢，就是所谓的补特伽罗我执。那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心类学呢？那心类学它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新的法类。那在讲述所有的宗教里面呢，就是讲述新的法类呢，唯有佛教呢在讲述新的法类，而且呢，佛教呢所讲的这些佛法呢所讲述的这些新的法类呢，它全部呢都是服顺于事实现况的。那这些呢，最主要就是从在印度的这些大班智达们，像在以无著菩萨，或者说像是二圣六庄严呢，从他们论著里面呢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由此呢，而对这些印度的传承祖师呢，升起敬心和信心呢，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呢，并没有所谓的网络，或者说其他的这些东西，他们能够有这些论著呢，全部都是靠思维而产生的，透由思维而产生的。所以由此呢，我们要对他们升起信心，并不是说哦，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对他们深信。那当然，我们对他们升起信心跟敬心的方式呢，有很多种。那一种呢，就是配合着皈依去做观修，就是我们在思维这些传承祖师的时候呢，然后一方面呢，把他们作为归敬，然后一方面呢，对他们去修信。那怎么去修信呢？修信呢，就是去思维他们生语义的功德，去思维他们的身功德。那他们的语功德呢，就去思维到说，他们所著的这些论著呢，都是没有颠倒，没有错误，而且在这么早以前，他们就可以透由自己去思维，然后而写出这么清晰，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些教授。所以由此呢，而对他们呢去升起信心，由此呢去思维自己就是修信念恩的这一种心。为什么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要边对这些祖师呢去思维他们的这些恩德，然后而升起信心呢？因为唯有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边修皈依，然后边对我们的上师或是这些传承祖师呢一边修信。那这样子呢，对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利益。
不然呢，学到最后面呢，可能会学到最后觉得说自己是最厉害的，然后对于这些祖师的功德呢，完全都没有看到，反而呢升起了很大的慢心，觉得我学的实在是有够好这种慢心。那这种想法呢，就是错误的。那就如同说呢，我们在看故事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读一本很精彩的故事书的时候呢，我们在看这故事呢，也有两种的阅读的方式。那一种呢，就是我们看过去呢，就觉得啊，这本书故事写的实在是太好了，实在是非常的精彩，然后看完呢就结束了。那另外一种读法呢，就是我们在边看书的时候呢，除了觉得故事很精彩，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会去看说，哦，这个作者呢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么好看的故事？而且呢，他这个故事里面呢，他所要代表的寓意有什么？那这些意涵呢，对于现代的社会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透过这种方式呢，就是把自己呢跟作者之间呢，能够做一个连结，让你更了解到说，这个人呢，他的思维呢是怎样的一种思维。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阅读就是这些祖师呢，他们所写的论点的时候呢，我们要同样去思维，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他们能够写出这样子的内容是有多么的了不起，由此而升起信心和敬心，而不是呢念过之后呢，就除了读过之后呢，然后内心没有任何的感觉，就像是一种无记或是一种舍心，读过就读过了，但没有办法对这些祖师呢升起信心。所以我们最主要呢，在阅读这些经论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办法呢，让自己跟这些造论的这个祖师呢，能够内心呢能够产生一种连结，然后产生连结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能够对这些祖师能够升起信心以及敬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往下看，就是第二种分呢，就是无分别的颠倒知呢，又分为两种。那第一个呢，就是属于根知的无分别颠倒知，然后还有属于意知的无分别颠倒知。那其中呢，就是显现两个月亮的根知呢，是属于第一个，就是属于根知的无分别颠倒知。就是我们知道说月亮呢只有一个，但是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看地上就是地上坑洞的这种倒影呢，会看到两个月亮，或是种种的这种呢，就是把一个月亮呢看成两个月亮，显现两个月亮的这种根知呢，是属于根知的无分别颠倒知。或者是呢，就是显现蓝色雪山的这种根知，或者说我们因为胆病的关系，看什么都是黄色的，所以会把雪山它不是黄色，但是显现为黄色的雪山的这种根知呢，它是属于就是这两者呢都是属于根知的无分别颠倒知。那第二个呢，属于意知的无分别颠倒知呢，就是想要说显现清晰蓝色的梦知，就是我们在梦中里面呢，会清晰的显现一些像是清晰显现，就我们做梦的时候梦到的这些东西。那根知的无分别颠倒知和意知的无分别颠倒知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在它的不共真上缘。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